继续来看，民进党中央党部徛伫个10楼的办公室，昨暝去互人割鸡卵。这个警方透明逮捕2个进前有去参加着民众党活动的人。民众党是来回应讲，并无鼓励任何伤过激动的行为。 2个查甫人才出电梯，一个摕手机一个开卡棒摕鸡卵，直接开始牵民进党中央党部办公室门口的看板。查甫人连续等几两粒，而且佫真摇摆，这段影片佫铺上网。 牵甲真大力，2千甲2人是满世界。2个查甫人，一个牵一个落，看起来是有准备，无到2分钟就赶紧离开办公室，互牵鸡卵。民进党开记者会，谴责暴力。这样子脱序的行为，到底是谁受益的？ 到底是谁受益的？难道又要推给热心支持者他们自己的行为吗？我们也想问，难道这就是民众党支持者的水准吗？我们在这边其实对于这样的行为，我们是暴力零容忍的。警方真紧就将2个嫌犯监视器的画面，伫无爱理性查甫人派卡棒负责牵鸡卵，后边红线查甫人负责录影。不过民进党表示，因早伫咧民众党的活动也咧进行的时，就想要总入来。这2名男子就试图从我们后面的货梯尝试要进入大楼。 遭到保全制止，那其实保全第一时间也通报警方了，说有人要试图闯入。轰动落来了后，因就改路线位车道入来，2个人到边山地学习的停车场停车，坐电梯直接到10楼，就开始牵鸡卵。因为这栋大楼内底有真侪单位，搁挖花山休困的人济，就要特别管制。 再也是重申，我们绝对不鼓励任何过激的行为。那同时我们必须跟政府来说，对于人民这些不满的声音，应该是要予以聆听。警方分别伫咧鼓山甲上山找到这2个查甫人，用侵入主体、恐吓、毁弃损害等罪嫌上班。大把面就伫要告啊！这款无理性的行为，嘛，互各界拢真敏感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